呢個練習叫 Fire Hydrant。咁我哋會將一條 mini band 綁喺膝頭嘅上方，綁嘅時候 mini band 要攤平，然後我哋會採取跪姿，雙手與肩同寬，然後佢係維持一個垂直狀態。我哋嘅軀幹同埋骨盤咧要保持自然狀態，股骨都係一個垂直嘅狀態嘅。咁我哋會利用呢個外展肌群將橡筋帶拉長，然後以內收肌將佢返回原位。咁我哋發力嘅時候咧，要中速發力，慢速返回原位。常犯錯誤就係我哋做嘅過程咧，會做咗一個弓背嘅狀態。記住，我哋嘅骨盤同埋軀幹咧要維持一個自然狀態。另一個常犯錯誤就係我哋嘅股骨咧會向前斜咗嘅。我哋記住，股骨維持一個垂直狀態，手臂都係垂直狀態。好，另一個常犯錯誤就係我哋做嘅時候咧，發力嘅時候幅度太大，令到骨盤咧都會喐動埋嘅。記住，我哋嘅骨盤保持狀態下，保持一個自然狀態下，將隻腳向外展。